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5月2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叫癌症村捲土重来。最近网上有很多媒体報道，湖北武漢有個村莊，一共是585個人，斷斷續續一共有62個人得了癌症。有很多媒體去採訪，我看搜狐新聞、什麼大象新聞，很多媒體轉發，那這個事也上了熱搜，引起網友的熱議。一聊到農村的癌症比例比較高，要不然怎麼叫癌症村？我還真有發言權。正好就是這個問題，媒體的報道，咱們一起聊一聊這個話題。湖北武漢一個戶籍人口僅585人的小村莊，先後有62人患上癌症和白血病。這個消息被媒體大量報道以後，在互聯網上引發高度關注，也讓癌症村重回公眾視野。河南廣播電視台下屬的大象新聞報道，這個視頻大家自己可以在網上看，大概有6-7分鐘的，我看還有10分鐘的，大家自己可以去看。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視頻的內容。這個武漢新洲區黃土坡村一名徐姓村民稱，家中妻子、兒媳相繼確診血癌，就是白血病。他走訪統計發現，村裡這些人年有62人死於癌症，多數是50歲以下的青壯年。根據村委會今年2月統計，僅過去10年已有34人患癌。這個徐姓村民主要是媒體採訪的一個中年漢子，60來歲。他說他10來年前他媳婦確診白血病，診了2年就去世了，他還沒注意，也認為這就是倒霉唄。結果後面他兒媳婦沒過多少年也確診是白血病，他就認為倒霉也不知接二連三就衝他們家也就倒霉，所以他就懷疑是不是跟這個環境跟這個水土啊跟這是不是有關係。結果他不調查還不知道，一調查嚇一跳，他就自己隨便統計了一下，就這麼多年裡面，這個村有62個人是死於癌症，確診了各種各樣的癌。那麼這是他個人的統計，那沒有什麼權威性。那個記者就跑去村委會去調查，村委會那邊統計的有名有姓，村委會統計的就是近10年。再往前他就沒統計了，這10年裡面，他們這個村有34個人患癌症，這在一個不小的並不大的一個村莊裡面，這麼多人患癌症，那確實比例給人感覺很高。當地村民就分析就懷疑，他們普遍認為異常的癌症發病率與村北頭的叫昌盛泡花鹼廠長期污染脫不了關係。泡花鹼實際上就學名叫固體硅酸鈉，經加工製成硅酸鈉溶液，俗稱水玻璃，主要用於建築材料、粘合劑、塑凝劑。徐姓村民提供的照片顯示，工廠排污溝污水呈醬油色，排污溝流出來流到小溪裡面，像醬油一樣的，而溝邊的草都枯死了。村民自2022年4月起便向新洲區環保部門反映問題，相關部門稱，等到暴雨沖刷後才去檢測排污，檢測結果達標。村民不滿之下又上報武漢市環保部門。2022年5月，經市局委託第三方核查，證實污染數據嚴重超標，鹼值超過測試儀上上限10倍，也就是鹼那個值超過上限10倍，而且昌盛泡花鹼廠沒有環境影響評價，無排污許可等基本手續。那麼當地居民肯定就懷疑工廠背後是不是有保護傘呢？根據報道中提到的一些細節，讓人細思恐極。武漢市局當時接到舉報前往調查時，工廠老闆親口承認，新洲區環境局一名工作人員在去取樣前曾打電話讓他趕緊把排污口給堵上。村民拍下的現場視頻顯示，當市局執法隊要求工廠立即停產時，一名區環保局環境局工作人員公然反駁說把剩的原材料生產完再停產。另一名工作人員則直接說不是區環境局的責任，還要求市局執法隊下督辦給新洲區委區政府，讓他們來解決，也就是推諉現場開始。不知何故，武漢市局那次現場調查並未當場處罰，僅要求停產整頓。按理來說這種都要處罰，對不對？沒有關係的，那不罰了你傾家蕩產。結果他沒罰啊，就是整頓。所以讓當地的村民覺得這個工廠背景很深，後面有神仙。2022年6月，新洲區環境局責令
昌盛泡花鹼廠立即停止違法排污，採取有效處理措施，處置填埋、廢鹼渣等，並罰款20萬元。這回罰了2022年6月。但據村民觀察，工廠從未真正停產。今年3月，村民上報到湖北省生態廳證實，工廠偷偷生產後，要求武漢市局成立專班整改。然而，新洲區環境局依然一口咬死，稱該廠已停產，且檢測結果均達標。村民對此存疑，要求區環境局公開執法記錄等數據遭到拒絕。時至今日，工廠仍有偷偷生產的跡象。另外，根据這個新洲區政府網站公示，區生態環境保護督察交辦2024年7月3日辦理的30個信訪案件中，有5個是投訴泡花鹼廠。雖然5則投訴的情況經查後全部屬實，但官方回應數次強調檢測結果達標。除了將引導信訪人通過有效合理途徑解決訴求外，僅稱將加大對企業監督力度，未明確具體監管措施。這就是當地對這種環境污染的一個態度。早在2023年，就有媒體調查這家泡花鹼廠的污染問題。據長城網當年10月報道，工廠位於基本生態控制线內，本不容属建化工厂，但不知何故，這家工厂却能正常生產。報道引述新洲區環境局執法人員稱，昌盛泡花鹼廠是一家老企業，且已經關停。記者追問為何廠區當時還堆放有大量的半成品原材料，對方回應稱是沒賣出去的產品。報道稱還將持續追蹤這家工廠背後的問題，但後來也沒了下文。也就是說，連媒體都沒有再追下去了。那是什麼力量？一股神秘的力量叫停了報道。多家媒體呼籲徹查。黄土坡村民4年下來奔走无门的情況爆出以後，多家國內媒體接連發出靈魂拷問，呼籲政府徹查。新京報提出3問：一是地方環保執法是否存在形式主義濫政，具體指向新洲區環境局令人質疑的遲鈍反應；二是區環保部門是否幫工廠打掩護；三是當地環保問責是否疲軟無力。而封面新聞也發文質疑，說早就聲名狼藉、劣跡斑斑的小廠，卻如同敗足之蟲，死而不僵，背後是否有保護傘以及不可告人的利益交換？都市現場則喊話相關部門必須公開執法記錄、原始數據，並接受監督。此外，媒體也質疑僅對涉事廠家處以20萬元的罰款過於從輕處置，呼籲權威第三方全面評估黃土坡村的土壤、地下水以及農產品，明確污染物種類、擴散範圍以及對人體健康的潛在影響。圍繞這個輿論，就是癌症村這個輿論就像海嘯一般，各家媒體都深入報道、轉載、評論，已經形成了一股壓力。所以武漢官方星期二5月19號通報中說針對媒體反映的問題，武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第一時間成立聯合調查組，圍繞村民健康、環境生態、生產關停等問題開展全面深入調查，調查情況將及時向社會公布。這就是大概的一個事情的經過。武漢新洲區黃土坡村，他們村民覺得當地癌症人數太多，覺得不應該，後來思來想去應該跟這家泡花鹼廠有某種關係，因為這個鹼廠經常往出排的水就像醬油一樣的那種顏色，直接排到河溝，那溝裡直接就排到其他的河。那這樣，首先你这地下水肯定被污染了，不用說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癌症村这个问题。實際上，這個癌症村，武漢這個黃坡村，它只是近年才爆發的。癌症村在10幾年前是非常多的。媒體報道，癌症村一詞在2000年代初曾頻繁出現在中國社會的公共討論中，幾乎無一例外都與環境污染問題相關。這是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報道。他說，其中最有名的包括河南省周口市沈丘縣沿淮河的幾個村莊。根據中國質量報2024年底的報道，沈丘黃夢營村
毗鄰淮河支流叫沙引河，受上游化工、釀造和造紙行業的工業污染。1990年至2004年間，死亡的村民中超過半數患各種癌症。根據中國青年報2007年報道，1990年至2005年間，包括黄孟营村的沈丘县6個村莊中，有704人死於癌症。這篇報道在當時引發巨大轟動。隨後，福州的仙橋村、淮河癌症村群等相關報道也相繼浮現，但是引起了很多重視。2013年，原中國環境部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正式承認，個別地區因環境污染出現癌症村。不過在那之後，中國開啟了新一輪高強度的環保治理，問責力度明顯加大。與此同時，隨着調查媒體逐漸式微，公共討論空間收窄，癌症村這一容易引發恐慌的標籤也慢慢淡出輿論，也就是不讓你討論了。文章說，客觀說，過去10多年，中國在空氣治理、河流整治、新能源發展等領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中國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4月7日在《人民政協報》卷文形容“十四五”期間生態環境保護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和成效，美麗中國建設邁出重大步伐。不過，一些隱憂或許從來沒有消失。武漢黃土坡村的問題再次喚醒了公眾對癌症村的記憶，也讓中國環保治理面臨挑戰，重新引發關注。對於黃土坡村村民而言，困擾也不僅在於環境污染本身，更在於長期反映的問題卻遲遲得不到回應的無力感。當癌症村重回公眾視野，它所觸發的不僅是對環保問題的關注，也是對發展模式、地方治理以及基層監督機制的重新追問。這是聯合早報他是這麼說的。那我們來評價這個癌症村，咱們要客觀的說這個事，因為我老家這個村實際上也差不多。我後面工作中跟環保、環境治理也打過很多交道，我本人還接待過國務院的下來的環保督察，所以我覺得我還是比較有發言權的啊。雖然不是很專業，但是我對環保還是了解一些。環保這個事情就看你從哪個角度來說來看，你從哪個時間點來看。為什麼說上個世紀90年代污染非常嚴重呢？那個時候大家肚子還沒吃飽，大家都是解決這個溫飽的时候，根本顧不上有什麼污染。就是說我們說任何事情你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發展的一個現狀。上個世紀90年代也很多年紀大的人都知道，所以在那個時候就基本上沒有環保這一說。環境保護也是在我覺得在2000幾年以後，癌症村出來之後，大家才開始有這個意識，要有環保意識。就像現在食品安全一樣，食品安全說不好听一點，上個世紀90年代就沒有食品安全這一說。是不是那個時候食品就安全呢？不是的，是因為那個時候你肚子是吃不飽，隨便你只要什麼東西能把肚子填飽就行了，誰還在乎那個質量？我小時候那家裡的雞什麼豬死了啊，不知道什麼原因死的，那不可能把它扔掉，都是想盡一切辦法怎麼處理一下。比如说那個雞要死了，一看那個雞腦袋耷拉着，好像他們有經驗，年紀大人一看這個雞不行了，趕緊給它放血，至於它是犯了雞瘟還是怎麼着咱不管，反正給它放點血就開始燒，紅燒，放點辣椒，大家吃的很滿意，你知道吧？滿嘴流油，改善了這個伙食，難得。至於那個雞是不是得病什麼沒人關心。豬也是的，經常有豬不知道什麼原因就莫名其妙不行了，有人一看那豬不行了，給它放血，有的等轮到放血的已經死了怎麼办？沒有放血的豬的不好吃，但是也不要緊，因为那個時候沒有肉啊，就那樣也吃得津津有味，把它一殺一弄。現在食安規定的雞、豬、鴨不明不白死了，那都得埋去了，掩埋是吧？加石灰。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家你比如說雞死了，那肯定得吃掉。現在我們家如果雞死了，有時候夏天天一熱，比如說去年一高溫，就有雞被熱死的。這很多人恐怕不知道，那雞被熱死了就扔掉了。這擱30年前，那絕對把它弄着吃了，因為現在雞也不值錢了，老百姓也不缺肉吃啊。那牛肉、豬肉才10幾塊錢一斤，牛肉都已經實現牛肉自由了，所以那個雞死了就死了，就扔掉。豬死了，那現在沒人養豬了，農村裡不養豬，就是養雞、養鴨。我再說一個情況，現在我們農村養雞，雞就放在外面，除非誰來偷那種動物，比如黃鼠狼之類的，有可能會咬雞什麼的，沒有人偷。但是你要在40年前，
你要把雞放在外面過夜，那你第二天起来肯定雞沒了，肯定被人偷走，插雞的。為啥？就現在人不偷雞，你知道吧？一個現在出去打工，一天好歹100塊錢，最便宜是吧？你當個保安100嗎？你在農村裡插雞，你晚上偷雞摸狗的是吧？你偷一隻雞，你還得去，你除非自己吃，你要自己吃，晚上點個外賣，一個雞才多少錢？點一份雞沒多少錢，是不是？幾十塊錢，你就點一隻整雞，恐怕也就100多塊錢。你點一份什麼黃燜雞或者大盤雞或者什麼的重慶辣子雞，也沒多少錢。所以說你去偷雞，自己殺，自己鉗，自己拔毛，自己去燒，你說你這多費勁。完了你要偷了那個雞去賣，也賣不上錢，对不对？所以說雞沒人偷，就是沒人偷，不是說你看看這個，它社會變了导致的。我舉這個例子什麼意思？就是說社會變了。所以在上個世紀90年代，你這個都沒工廠，對不对？如果好不容易來個工厂，那肯定是可劲的造，有什麼環保問題隨便。我們小時候打農藥，家裡那農藥那個瓶子不是毒嗎？那肯定是，那就是隨便扔到池塘裡面，扔到河溝裡面，有的時候魚都給毒死了，有的時候那個什麼小動物是吧，老鼠都会被毒死，那就亂扔。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不到了，因為現在多少有點環保意識了，這些藥瓶子比較少扔了，而且現在農戶自己種地少了，打藥也少了，都是大戶人家有要求的，這些藥瓶子的怎麼處理，所以這些環保意識也是隨着時代的變化。所以小時候他就沒有污染這一說，沒有環保這一說，但是小時候確實莫名其妙的病特別多。這個我不知道咱們網友都是什麼地方人，如果你家是在安徽、河南、湖南、四川或者是江西這些地方的，如果你那地方不是特別發達，農村地區，我估計你也有這種印象，你多多少少肯定有這種印象，感覺你們村癌症人特別多，莫名其妙死人特別多。為什麼？因為我就是這種印象。我就覺得我們村癌症病人特別多，實際上我們村沒有工廠，我們村上下游五里路也沒有什麼化工廠，沒有，就純農村地區。那為什麼會有這種印象？所以這個多多少少可能跟心理學也有關係，就是你聽得多了，我們這個村又是誰癌症死了，又是誰癌症死了，這個病死了，你聽得多了，你感覺是不是我們這兒癌症的比例高啊？不是我一個人有這個觀點，我们村很多人都有這個想法，都有這個印象，就覺得好像是不是我們村癌症比例高？確實，我隨便一數，其實我不在我們村待，但是偶爾春節回來什麼的，一聊這個事情，有時候一數就能數出20個來。但是我們村也沒有工廠，更沒有化工廠，沒有什麼重金屬污染，我們有的就是農藥。但是我覺得跟環境還是有關係。農藥，我小時候打農藥的時候啊，家裡人村裡面打農藥，它就有1公里遠，打農藥你都能聞得到。那個味兒順着風飄，能飄這麼遠。有人打農藥的時候，因為過去打農藥那個藥壺是背在肩上的，是吧？背在後背上，一個手壓，一個手去撒。這種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這種現在都是無人機撒藥了，過去的這種人工。再後來，曾經有過那種電動的，那種氣棒的，類似那種也是背在身上，一個小馬達，你一拉着之後，拿着那玩意兒說不就免得你手去壓。有一陣子，我應該是2000幾年，那玩意兒是燒汽油的。現在是無人機了。最早的時候，那個藥壺背在身上，因為夏天不就容易出汗嗎？人一出汗，那個藥壺上面可能有遺撒的那藥，就通过這個人會中毒。我們村就好多人這個中毒，當然一中毒到衛生所去，不知道給他怎麼吊水啊，亂七八糟，反正就是糊弄，就折騰一頓也好了。真有這人中毒的，就通過汗腺排汗的時候，他接觸到農藥，恐怕被吸收進去了，中毒。所以我覺得我們那兒癌症多少跟這個農藥是很有關係的，污染到處撒藥瓶子亂扔，這裡面，所以我也一直在我節目裡面說，你對農村不要有什麼迷戀。什麼叫迷戀？其實很多人總認為農村的養的雞、走地雞，農村的種的什麼東西，那都肯定是沒問題。這個綠色環保，農民自己家吃的，天然以為這就安全，你錯了，安全不安全一定是檢測，你經過檢測。安全才叫安全，沒經過檢測的你不要迷信。有很多人一說這是農家雞，下的這個土雞蛋，這是農家自己種的什麼東西啊？那肯定是好的。錯了，好的，你看這黃坡村種的東西，你敢吃嗎？它這雞下的蛋你敢吃嗎？經得起檢驗嗎？它也是本雞蛋、土雞蛋、走地雞，它那水土已經污染了。咱們出口的歐盟的雞蛋一檢測就過不了，為啥？所以不要迷信，一聽說這個是農家的本雞蛋、農家的走地雞、鴨、農家自己種的菜，你就認為沒問題。
他土壤被污染，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那地方人自己生命都短，都莫名其妙的各種病，你居然迷信他那种的東西安全的。所以我们以後不要一说是农家的就是好，你要经過检驗，這是常識。說不定本雞蛋裡面就有各種殘留超標、重金屬超標、角黃素超標，是吧？所以我說這個說到現在什麼意思？環保這個概念意識也是隨着我們生活條件在變，也在逐漸的在重視。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環保跟發展之間它多少是有衝突的。你發展經濟，你多少環境就得有污染，你怎麼去防治都沒用。為什麼？如果你真要在環保上下功夫，那你就沒有競爭力，你產品的成本就高，你產品的成本高，你在市場上賣不掉，你這經濟還是搞不了。所以你為了你這個企業能活下去，你就得降成本，降成本就降到你肯定第一個就把這個環保這塊砍掉。環保怎麼砍？本來像這些東西你都必須要排污水池，怎麼樣去處理？一級、二級、三級，一級處理完之後再排放，那這個要花大量的錢的。好，你這企業肯定不願意花錢，不愿意花錢怎麼辦？他就走環保這兒托人找關係，偷偷往這排。等到檢查的時候，他又開始不排了，往池子裡排。等到你檢查的人一走，他又開始直接排。不都這麼幹嗎？這就是犧牲環境換來的發展。這玩意在20年前可以容忍，因為那個時候人環保意識不強，還是要吃飽肚子。但是現在大家忍不了了，因為大家吃飽了，我們注重健康了，就跟食品安全一樣，我們現在注重健康了，所以這玩意我们不能容忍，你就得治理。我在很多企業我就知道，就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覺得這玩意這廢水怎麼弄？他說沒事，就盼着下雨。一旦那天下暴雨，尤其是夜裡，那工廠裡面人就開始組織放，把它所有的水都放掉，你往大街上流都不要緊，因為暴雨沖刷沒了，老天爺幫你，就這麼幹啊！你不要以為好多廠、上市公司什麼一大堆的環保說的神乎其神的，那環保怎麼處理？一級、二級那都是擺設，因為那玩意要花錢，是吧？都是等着下大雨，半夜沒人看，給它排掉。有的時候排得太過分了，那個水雖然被雨水把污水沖到小河裡去了，有的人小河裡養了魚，漁民，有的人在小河裡拿網攔起來之後養魚，魚全死了，人家就舉報，這麼的有人一舉報也查不到原因，這怎麼回事啊？這魚怎麼好死了？去一查的什麼污染物超標，這污染物一超標一查就肯定是你們廠啊，只有你們廠子搞這玩意，這個生產出來的殘餘是吧？含這東西，人家就告你，你幹的。這就像武漢新洲區黃坡村的村民一樣，癌症病人多，我們翻來翻去沒別的東西，就你們一個廠，那肯定就是你們幹的，沒什麼好說的，就盯着你舉報。所以我覺得，因為大家畢竟現在叫高質量發展，我們不僅關心食品安全，我們更關心環境安全，這沒錯，這個都是對的。但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當地來說，他企業還要不要？如果這企業都關門，你要太嚴了，那企業就得關門走，搬到環保要求更低的地方。我們這兒就是這樣，我們縣啊在長江邊上搞了一個特別大的化工園。這化工園從哪兒來的？因為它這個地方它的排污標準，我認為它是鑽了漏洞。什麼廣東的、浙江的那化工廠在當地待不下去，因為你要知道中國發展它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已經是2030年了，有的地方還在1998年，對不對？發展啊，那你這地方還在1998年的時候。對吧？雖然我們時間是一樣的，但是你那個地方發展還在人家1998年的時候，那你對環保就無所謂，你是還想吃飽肚子，對不對？所以它標準一低，浙江、廣東這些化工廠，人家那地方要求越來越嚴了，不能容忍你這種廠在那待着，所以他就搬到我們這邊的化工園，在這兒還可以活下去，就變成這樣的。所以你要看一看，很多地方它是種種原因，它搞什麼化工園，你就得小心一點。你比如說陶瓷，咱們老聊的馬可波羅、蒙娜麗莎。這都是上市公司啊，他們以前都在東莞是中國啊5大瓷都之一，不是東莞叫佛山，5大瓷都：唐山、淄博、湖南的醴陵、江西的景德鎮、廣東的佛山，中國5大瓷都，古來就很有名。結果因為廣東發展的快，那個佛山就在廣州邊上呢，那個陶瓷那是高能耗、高污染，在古代是可以的，对不對？在現代這玩意就人家就不喜歡了。廣東的經濟發展的不錯，對不對？所以他就不能容忍這地方，所以佛山的陶瓷它只能往出搬到哪兒去？搬到邊上。湖南那地方環保要求比廣東就低一些，因為它人家經濟發展差一些。好，搬到那兒去，高能耗、高污染在那兒，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以後這些東西污染都只能往那往一經濟差的地方，它還想收稅啊，它還想發展經濟，它還想解決就業啊，它只能吸引這樣的企業來。我們反過來思考，這就是我說的，為什麼要讓年輕人，尤其帶小孩的，你趕緊離開這些小地方，你去北上廣，畢竟人家是2030年、2040年的，你要到農村，你要自己還好一點，你帶着小孩在農村，那你過的是1990年的日子。那環保就是這樣，當地一方面想發展經濟，要解決就業，要搞 GDP， 一方面環保，你說他給誰讓路？有的時候他就只能犧牲環保，環保閉着眼就走形式，你整不過他。這就是發展和環保怎麼辦？兩個矛盾。那經濟好的地方，環保就得抓，你什麼企業給環保讓路。那經濟發展不好的地方，那就是環保給企業讓路。所以說这個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你跟他較勁沒有用，你怎麼制度怎麼監督怎麼查都沒用，人家餓肚子，人家還想賺錢，當地也沒稅收，對不對？好不容易來2個化工廠，你把人搞停了，搞黃了，所以他肯定是睜一隻眼閉隻眼，最後實在搞不下去了他才停。所以這個我們作為韭菜自己心裡有數。那第三個就是什麼？第三個我認為農村這兒癌症高，一方面是環保問題肯定有，但是至於環保到底佔多大比重，這個就不太好說了。我倒是認為恐怕心理因素還更多一些，就是叫什麼？叫幸存者偏差。統計我們那個大的村有多少我還沒數過，就我們村民組人數最多的時候，就一個小村莊，它不是村委會，不是那種一個村，是一個村下面的小村民組，最多的時候是100多人，100幾個人，我隨便數一下，就有10來個得癌症的，死了的，已經去世了。我的小学同學兄妹倆都已經去世了，去世了10幾年了，都是因病，但是同時也有活80、90歲的，對不对？這是百毒不侵的，人家一輩子在那兒活了90了，活蹦亂跳的。說來說去就是農村裡面得各種各樣的病，癌症、白血病這種絕症，恐怕也是多方面原因導致的，不能簡簡單單說那你們村有個廠，或者你們村藥瓶乱扔，這不能簡單這麼說，你恐怕是多種原因導致的。你比如農民他衛生，他本來就不怎麼講衛生。第二個，農民他沒有檢查的習慣，小病拖成大病。你不像城裡面稍微不舒服到醫院查一查，3甲医院。那農村裡沒有這一說，農村裡就你除非躺下了，不躺下不去医院，小病拖的，一拖成最後拖成大病，也很多是这樣嘛。身體早就開始警報了，他不注意，就是個人習慣、衛生等等都有關係，包括營養結構、自身的身體素質的這些都有關係，跟體質也有關係。所以我想說的是，最後是什麼？最後想說的還是內捲，因為環保這個問題不是抓不了，環保其實很好抓。那為什麼總是對吧？有這麼多人舉報，這麼多環保局人去，最後的不了了之？歸根結底的矛盾還是發展，還是捲。我們靠什麼出口？我們靠什麼跟國外的產品比？靠的就是這個，我們人工便宜，牛馬能吃苦耐勞，牛馬的性價比高。這第一個，你看你產品的價格就比別人優勢多了。第二個，你環境污染，你對環境的容忍度高，犧牲環境，在環境這塊你投入少，好，你這塊成本又少一塊，你研發少，對不對？你这個主要靠剽竊抄，你創新沒有，你這塊又少一塊，你这每一塊你這是比別人便宜一點，比別人佔點便宜，最後你加到一起，你的成本比別人低，你就所向無敵，就這個意思嗎？你想來想去就這麼回事。如果我們對環保要求100%的，跟歐盟一樣，那你產品價格上去，出口也就不佔優勢，是不是這道理啊？所以說來說去，某些程度上，咱們發展，咱們的經濟成就是建立在牛馬的身體，牛馬這個叫所謂的人口紅利，就牛馬便宜，吃草也能跑，这吃的最差，這個環境容忍度高。你看看印度，看看孟加拉什麼發展中國家都一樣，都是有這麼一個過程，拿環境去換錢，對吧？這些裡面有一些必然性，但也有一些是制度造成的。所以現在就趁着這個癌症村又回到公眾的視線，還是呼籲要重視環保，不能拿這個環境去換錢。從哪兒節約？還是從大頭這兒，不要鋪張浪費，不要貪污受賄，從這兒節約。環保這塊不要節約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